新北市邦桥放送所是日本时代广播建筑，也是市电古迹。即摆有京戏剧团当代团旗要来经营古迹园区，市政府表示讲，这算是新北市古迹园区的活化，民间营运的头一案，要让这基本团体来深入在地。武上拍好的戏出，嘛上顶出名假戏团当代团旗要进驻市电古迹邦桥放送所的新气象，这嘛是基本团体参与新北市古迹营运的第一件，有计打造科技艺术空间。这个虚实相生的这个空间里面，到底要给什么？那我们正好，我们艺文团队经营了36年啊，当代传言剧场有很多的东西方的文学经典。可以跟科技做结合。当代团旗表示，过去文创园区较侪拢是商业进驻，希望基本团体经营，唔那是推展传统文化结合古迹，嘛希望融入社区。新北市府嘛表示，邦桥放送所伫104年订立正做市电古迹，对后挂整理到开放民众使用。搁到去年进行第2期的本体修复，总经费6000多万，就是希望通互老建筑有新生命。那主体工程的部分，我们在今年的8月就即将完工。那希望在明年6月，我们就可以全面性的一个开放，让市民来参与。新北市府表示，这届开先例了后，未来古迹活化的部分就通比较办理。当代团旗嘛讲，有艺术当建筑要规划剧场、排练场等等，希望传统技术的推广，通愈来愈现代。记者林阿文李玉凯新北报道。